有可能的时阵吼，我才无输两个景的吼，景共条无一定，无偌久的时间啦。因为伊景伊的，我景外我两个拢袂晓。啊？喂喂喂喂喂。
金敏来了吗？那直播已经开了。直播我已经开了。哎，有听到你声音了，直播已经开了。
今日这位平安，今日是第3台讲主日，咱主题就是宣告甲喜乐，是因为最后所有降生，咱要对世间人大大宣告，咱充满喜乐，伫这个世界要有喜乐伫咱的中间。咱来团练152首，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第3节的歌词，请咱注意第2节，在灵你所分，毋是你所分，嘿，在灵你所分，吼。后来咱来吟第1节甲第5节。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目睭苦痛，我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第5节，拄起你我把泪目，给主的养我，所心无坎坷。愿和平、安全甲确实，伫你的快乐，互愿用坚心。咱过来看288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咱吟第1节、第3节。疼痛真光大暗包围着，求你带我，暗暝记深你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扶持脚步，通行比他路途，我想前行。站站因带保护。第3节，永远关联的脚甲我祝福，稳当带我经过风暴，也是心山谷，稳当带我光明显现。圣道天西沙嘞，朋友亲啦，这我享福万年。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恁着学老耶和华，耶和华的路步啊，恁着学老，学老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老，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老的。来因信诗，信诗第152首，我来条件救赎我的主，咱起立来因全首。我来条件你救赎我的主，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嘛受苦痛，我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你就是慈悲稳定的君王，因全能伫你万民所尊重，叫你大工人伫完心掌管，献出你纯洁大根来救援。你就是我命，我对你心存，一切的恩惠在恁你所分，叫恁将信用宽宁有祈愿，使万有快乐，也是连顺转。主你有真实完全的温顺，你美貌献出赞人甲同分，显你上思愿丰盛的恩惠，伫完全一致和谐来作对，拄起你我包围无毋茫，伫主的应允所信无空空，叫事愿和平安静甲确信，伫你的快乐互原因坚信。这是阮由俺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正，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成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咱来交答启应文，今日要交答的启应文伫启应文第36篇，启应文第36篇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起，恁来引。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成接普地；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
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也累骂恁，困着恁，诽谤恁万行的歹，恁就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的。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困着因。咱同时额头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实意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你统管一切，阮的生活、动作甲快乐拢在伫你。愿万民向你跪拜，万口向你信任。主啊，阮亲向你，你配伫所有的荣耀，你为着疼，就诚热心，受苦背命。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无搁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实在配伫阮一生的敬拜。主啊，伫这大感节的第3礼拜，阮以感谢的心来迎接你的出世。为着你，感谢你为着世间人来降生，也诚做全世界的盼望。主啊，阮阿罗你，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站甲避难所。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我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学老，咱请信歌队。今日要用的诗是伯利恒的应允，伯利恒的喜乐。
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52章第1、第20甲第7节。以赛亚书第52章第1节、第2节甲第7节。息啊，起来，起来！请你的大气力，信心耶路撒冷啊，请你水的衣服，因为对打以后，无受割礼、无清气的，的确无过伫你的中间。耶路撒冷啊，着背弃尘埃，起来坐，死安受掠的百姓啊，着解开你安军仔的锁链，报好消息，传和平。报福气的好消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讲：你的上帝做王啦！这人的骹上山顶到积水。进度，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报好消息，传扬救恩。咱将时间交予一节牧师。欢迎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国节第3主日，点了3支6节，代表喜乐。迎接耶稣搁一遍的降临，大工，该工是一段无容易的旅程。伫即个大工，伫即个听候即个过程中间，咱有真侪咱今仔日的天气共款。伫寒冷的冬天内底，咱有爱真侪吞忍。受苦，只有经过大工这个旅程，咱才有法度深深来了解圣诞节对基督徒意义是甚物。无咱就突然间讲，明仔载是圣诞节，就失去伊个意义。伫听候的过程中间，咱犹原爱继续哩灵修、祈祷、读经的中间，咱来加强。咱嘛爱用咱的行动。来显现耶稣基督牺牲的疼，疼厝边亲像家己，关心孤儿寡妇，谦卑行公义的路。咱以安尼的心态，来陪伴上帝的路，咱当心来祈祷。愿听世间人的主，愿你的怜悯。能够卑微的阮，赐阮开力，赐阮对你来的智慧，互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拢有当心跑走迄个愿望伫阮的心中。阮安尼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一般咱身躯好的时阵，较袂想到身躯歹会无方便。甚至有什么限制较痛苦？牧师自认也是算是健康宝宝一年中间罕的你身躯病痛，但是这几年拢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开始身躯出问题。每一遍出问题的所在，拢是肠胃的问题。当咱人身躯病痛的时阵，咱无法度啉，无法度食，自由啉自由食，咱的行动力嘛有大大来受影响。人嘛真趣味，就是当咱身躯病痛的时阵，咱才会知影健康的身躯是非常的重要。会知自由跑走，自由咱要食，咱要啉，这是一个恩典的代志。但是当太平盛世的时阵，当你身躯好的时阵，我们会又有什么危机意识呢？虽然有一句话安尼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咱知影，这句话常常是参考用的。今仔日新过较国讲，何必想遮多？伫以色列的救赎的历史的中间，上帝拣选的这个百姓，当因渐渐受偶像的引诱，行向上帝无欢喜迄条路开始，上帝差派真侪正先知来对因讲话。咱这几个拢咧讲以赛亚书，
但是人的心若石头，人的心非常的固执，人罕有危机意识。有一句话真歹听，不见棺材不掉泪。较好听的一句话是讲：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上帝先审判北国，互南国看。你若要继续安尼，下场会跟北国一样。但是咱知影，看哪里看？人会骄傲，人真正无拄着病痛的时阵，咱会看清楚身躯的重要。百姓毋望先知传讲的拢是啥？平安的信息。我毋知影大家有来教会有想要听牧师讲好听的话，还是兄弟姊妹拢是在咧懊恼的话？无病健康真好，但是咱知影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受掠巴比伦做奴隶，国破家亡，这个代价心大，这个代价太凄惨了。如今你我的属灵的性命，到底是伫黑暗的这边，还是伫光明的这边？咱需要伫这个时阵，大工这个时阵，咱来当心来重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你家己问题，你不能视而不见。今菜咱敢无惊有一天，咱的性命受掠去巴比伦做奴隶呢？迄群离开故乡到巴比伦做奴隶以色列百姓，牧师猜想，应该真侪人伫郁郁寡欢的中间来过身，因为因伫巴比伦做奴隶做几年，来大家看，1、2、3，只有文和长老用嘴型跟我讲70年，70年的时间，一代30年，有人讲一代30年，等于是有2代外。以色列因互掠迄个70年中间，第2代的子孙、第3代的子孙拢伫巴比伦来出世。就好亲像早前国共内战的情形，民国39年左右，有一群人，这枚牧师的爸爸，钟情的爸爸，离开故乡来到台湾。伫这个土地一住了50年、60年、70年，渐渐第2代、第3代，甚至第4代都出来。而以色列迄个时代，因虽然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但是轰掠伫外国迄个时间一久，因渐渐嘛犹疑，阮的上帝咧，到底？伫迄个时阵，有偌侪家庭有咧敬拜上帝，应该会早早就放弃，落地生根。搞不好就是遐通婚啊！就咱台湾上咧讲啊，蚵仔甲番薯，蚵仔咧个番薯。知梅牧师的爸爸，是蚵仔是番薯，我忘记了。蚵仔，知梅牧师的妈妈是番薯，是不是？蚵仔番薯早就参做伙早就参做伙因为因认为上帝无要搁带因转去因的故乡，上帝早就使因放弃啊。当信仰无坚实的时阵，就好亲像一个人感冒的时阵，互病毒攻击的时阵，规身躯无力，有一只就要困去。以色列的百姓因迄阵已经病啊心重，甚至昏倒伫涂骹去啊。现代人非常重视身躯的健康，但是你搁较重视健康，连吃五谷杂粮，一定会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甚至有意外的时阵，你搁较注意。有一天，你嘛是会上帝接走。身体健康真重要，但是信仰的健康更加重要。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啊！本
本末倒置就真可笑。真侪人拢知影，牧师顶礼拜啉礼拜日的时阵，这个时阵大家拢无感觉迄阵牧师这个肠胃真艰苦。但是上帝听我祈祷，我徛伫遮的时阵就袂听，落去的时阵就挡袂牢。第二堂的一堂到第二堂的中间听到，但是第二堂起就阁无感觉。讲了，就等去牧师馆就开困啦，中昼也无食。牧师你真听这3天的中间，经历用祈祷、吞忍，甚至来伫悔改。信仰互我的快乐，甚至互我一个外面走出来。咱一个身躯病痛搁较重的兄弟姊妹，因的苦比我搁较艰苦。牧师亲自见过亚娜姐的那个疼痛，牧师是咧听小巫见大巫啦，小巫见大巫。伫大纲这期的时阵，咱咧做者信仰的总检讨。检查咱有亲像以色列百姓有这款信仰感冒现象，咱的信仰不冷不热。今仔日的天气，咱是毋是感觉真爽快？冷啊！前几天迄个天气，冬天那好闷好热，很不舒服。毋是烧，毋是就冷。咱信仰是毋是麻痹？咱信仰是毋是安尼行礼如仪安尼？一礼拜一礼拜你来教会，咱是毋是用信仰含在一个框架内底？信仰就是安尼样尔。咱信仰是毋是想到这传统才能拔掉？目前你这款的信仰，你这款的生命，你有满意无？咱检测无想要搁甲上帝有搁较亲密的关系吗？以赛亚书40章以后，以赛亚主要讲的是传讲的是安慰的话。第1章到39章是讲审判的话，因为迄阵因那里耶路撒冷，当百姓受了到巴比伦了后，因已经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安慰的话对因讲，对这里外国咧做奴隶来在伊的百姓来讲，以色列第2遍搁做奴隶，第1遍你还记袂？伫埃及做奴隶。上帝传讲安慰的信息，是因为上帝听，上帝的怜悯，上帝遵守伊甲伊的祖先所立的约。如今上帝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伊信的百姓，但是百姓需要做出准备甲行动，就亲像目前的咱同款，咱袂来做一个坐伫礼拜堂的基督徒，咱来有准备，咱来行动。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咱看咱的周报后面表面。请锡安起来，请你的大溃烂，圣城耶路撒冷来，第2节，耶路撒冷红棍的锁链。这两节经文，互咱知影，当初受掠的以色列百姓，应该是非常的悲哀啊！咱逐摆咧读这个故事的时阵，咱因为咱无法度将心比心啊。若咱知影咱对某一个兄弟来祈祷，听伊的化疗，但是咱无亲自来看伊的化疗迄个艰苦，咱讲坦白的，咱体验有限。无事，我关怀部一个兄弟姊妹，咱有第一线，
我们在第一线。那讲战争的时阵，那第一线记者伊的感受一定很深刻。有人倒落去，他拍照；有人被飞弹打下去，肠子爆出来，他拍起来。伊伫第一现场，伊有看到。咱地方受掠的一系列背景，我们常常就带过了。咱有古装剧嘛？你看，因一定被手链捆住，脚链。一个，绑一个，安尼向头前来你行，唔知偌侪人死里落死去啊！这代表已经变成是无自由的奴隶啊，无自由的奴隶。伫巴比伦久长的时间，百姓可能嘛是哀求，人就是爱走投无路的时阵会祈祷。人这个动物，当走投的无路，拢会求。一般民间宗教嘛是同款，当走投无路，会去拜拜，意思是同款。上帝啊，你人伫什么所在？你今在困去啊？醒来救阮吧！上帝审判世间人是伊的手段。上帝唔望咱世间人伫苦难的火炉的中间接受试炼，这才是伊上重要的目的。上帝以爱百姓，伊一定会管教。上帝以爱伊竞选的这一系列百姓，上帝嘛以爱竞选的咱。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期待，有期待嘛？所以，咱一定要经过试炼，咱敢有法度诚侪报好信息、传扬救恩大人的勇士啊！我当然问你，耶稣有啥物好？你讲袂出来，你讲袂出来。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有素，才法度成做真正的勇士啊！咱无看运动员嘛同款，哦，即摆大巨蛋好了，那个棒球，哦，即摆迄咱的台湾的职篮吼，非常的热滚滚。虽然因拢是拜六礼拜咧比赛，但是拜一甲拜五因拢爱操练啊，拜一拜五爱操练啊。咱看咧三分射手离遐真准，哦，咱教会上准的是吼幼师啦吼，哦幼师嘛是吼三分球真准，迄是爱训练爱训练。日夜训练，较有法度紧来投。上帝百姓当初是白受了到巴比伦，以色列百姓因为是犯罪得罪了上帝，因拜偶像，因离开上帝，不是上帝离开因哦，因是拜偶像离开上帝，因将甲上帝誓约，他们跟上帝的誓约。咱后礼拜，我们下个月啊，那文和长老甲正梅长老因为要嫁查某囝，我知伊会艰苦，我讲袂出啊。誓约啊，咱甲上帝伊这个誓约拆掉啦，拆掉，直到因活伫罪恶甲绝望的中间。如今上帝处罚因的时间已经到啊，上帝审判以色列的时已经结束啊。上帝伸伊的手伸出来，要来救赎的百姓。上帝要白白来因救赎因转去因的故乡，并不是以色列因为巴比伦最偌好的表现，无。因70年来迄中间，因的表现是清清彩彩。但是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上帝白白要来因救转去。上帝安慰的溃烂，成做因的帮衬，呼吁因怎样，唔通够沉沦落去啊！就像咱今仔日的第一节经文讲，起来，起来，离开巴比伦，起来。
起来，离开关你的迄个监牢。兄弟姊妹，这句话嘛是伫对咱讲，起来，起来，对困的中间起来。咱未来个信仰的麻痹，咱未来个困的，咱未来个神灵为做一个坐立的基督徒，咱来起来，咱来勇敢，咱来徛在。兄弟姊妹，上帝救恩走入人间这个世界，互每一个愿意来超找伊，拢会人拢稳定的迄个困难。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上帝透过伊的独生囝耶稣的牺牲，为咱全人类惨死伫十字架顶，流宝血。耶稣担当咱所有人的罪过，互世间人也是你愿意的人，有法度亲像以色列百姓，白白赎得伊的性命，不用付上任何的代价。信任的耶稣爱开偌的钱，敢爱香油钱？唔练，唔练。牧师嘛真欢喜啊！今年来哈，咱的慧玲姐妹哦，慧玲姐妹哈啊，来到来咱的中间哦。伊本身是伊讲伊是佛教徒，不教徒，哈，但是伊愿意来听咱的诗歌，来听咱的道理，免钱，免钱。如今稳定的门已经拍开，备办好。重点是世间人到底有人愿意像慧玲姐呢，行入来，主动站起来，来领受这个好的礼物。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咱大部分都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的礼物。无管你是5年前，还是无输是20多年前，踏入这个门，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你洗浴、受洗、领受这个礼物。毋过，真可笑的代志是，现今有的基督徒对于这个唔连开费钱，唔连什么钱开钱，甚至不用付上任何代价，得到这个礼物伤简单，不会珍惜这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伤简单啊啦。人心的骄傲、无知，在座咱虽然已经踏入这个恩典的门，但是咱是不是有时也是活伫过去？咱原本咱以啊迄个框架内底，迄个框架就是咱规个大环境，咱这个传统，咱这个文化，咱的世俗，咱的社会价值观，咱用咱以啊的方式来过信仰的生活，就好亲像受了以色列百姓，有一群百姓，因人虽然对巴比伦等下到耶路撒冷，但是因的心无转来，因的心还是是巴比伦，因的心无转来。所以咱读圣经就知影，因要等下去圣殿去偌久，去真久的时间。大概等下巴比伦的时，等下耶路撒冷的时阵，大概第一个是咱家己的需要，家己的需要。咱2年前，我甲姊妹牧师来的时阵，咱会记咱这礼拜堂怎？流水。迄阵咧讲，圣殿咧流水，大家个大个所在拢有屋顶，但是圣殿拢破去。先知嘛是咱来讲，恁大家拢顾恁的家己的代志安尼。敬拜上帝需要合决心。2年前迄个代志，牧师真感动。咱1个月的时间，咱兄弟姊妹的奉献100万，
就在咱规个一劳永逸拢上好。咱这6年来，咱拢唔惊风，唔惊雨。敬拜上帝，袂使双脚踏双船啊！而且个大讲节，咱搁要合一决心。咱合决心，咱要较袂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不管咱伫工作上，还是咧咱家庭，咱信心袂去动摇去。第20个经文才能讲，第20个经文才能讲，当耶稣赎回咱伫恩典的迄门开始，当咱伫上帝甲众人受洗，咱的身份就完全无改变，无共款啊！咱就对卑微的所在，咱来徛起来，疼爱。咱咧烧金纸，咱怎烧金纸？金纸或是灰尘，咱本来真卑微，坐伫遐。当咱入咧恩典的门的时阵，咱来徛起来，将这个灯来啦，将身躯上帝用在咱身躯的灯来弄掉。过去一切，在咱伤害、咱怨恨的。咱的伤痕、咱的苦毒、咱的委屈、咱的骄傲，拢总堵去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句不是口号。你真正伫基督内底，就会去。过去无过去，是因为你无伫基督内底。咱无伫基督内底，咱无今日甲基督较深，咱读经基督。还是耶稣的模样去做，怪不得我们的过去无法度过去。上帝互咱过去，不是今仔日啊！上帝要互咱做官的咧位。上帝不是今仔在咱看起来无代志啊，伊在咱铺起，互咱做官的所在。上帝要互咱看的风景无共款啊！上帝也要互咱看互咱成做上帝囝儿的责任。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宝贵的身份，咱这一定要确信。无管你即摆的情形是怎样，咱宝贵的身份，耶稣毋望咱甲伊做工啊，做伙做工。上帝嘛已经透开咱的属灵红棍的这个链，上帝已经把咱拍开啊！上帝需要你怎样？你将红棍的这个锁链啊，摕落来。上帝已经拍开啊，门也拍开啊，门你也行出来，这链你也摕起来。这代表哪？代表耶稣毋望咱心甘情愿甲伊同工啊。咱要经历愈服侍愈甘甜，是因为你爱欢喜。你也毋是心甘情愿，你愈服侍你袂愈甘甜。咱勇敢离开原来咱掠条条的这个世界，咱要对世界行向上帝。各位兄弟哩，大讲第3主日，求上帝帮助咱，重新过一遍上咱生命的主权，甲互咱的上帝。这像一般民间宗教的信仰是无同款的。因所拜迄个神明是有距离，但是咱甲咱的上帝是无同款，并且咱的主权是上帝。当咱将咱的主权交予上帝，上帝就要处能力来帮助咱未来头前的路站。咱做伙来看，来读今仔日的第70个经文。来，请报好消息，传和平；报好气的好消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讲：你的上帝做王啦！我是要讲几个例，互大家了解。当咱
领受这个救恩，咱基督徒伫现今这个混乱的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有偌重要，有偌重要。恁捌听过95岁阿嬷自杀的人也手者？美玲执事，因为伊伫社区吼，阮社区有一个阿嬷，目前90岁。无数拢在因信义之当的时候，伊分享，阮妈妈95岁自杀，阮大家惊一个，95岁应该是儿孙满堂，大家欢喜啊，是毋是？一般拢是安尼，当作宝。但是就是因为迄家庭无疼，伊讲吼，伊妈妈互因的新妇吼，嫌妈强要臭烂去，嫌，做哪落嫌，毋知嫌偌久，嫌有一天因妈妈挡袂牢，佮伊缩甲贴啊，这是非常互人惊讶的代志。因无听到咱传播这个好消息，互因毋捌耶稣基督。第二是咱咱关怀部咱去探访咱王仁阿嬷95岁，淑珍姐91岁，在身躯鼻疼，无法度来做礼拜，兄弟姊妹，规年厝内底，毋是遮简单的代志。无输莫讲做监牢啦。迄是真无容易的代志。咱虽然久久长长来咧为着一寡长辈来祈祷，但是咱知影，因离厝的无法度行出来，无法度有人参因讲话时阵，迄是非常的悲哀的代志。昨昏去的时阵，王兰阿环姐就在王兰的手牵起来，因为伊讲一句话，特别去伊拢会讲这。我活遮久创啥的？为什么我活遮久？上帝，咱毋拿节奏。咱的阿环姐吼，感谢主，牵起来，安慰，从基督的听，搁较听，鼓励。是啊，王兰阿嬷吼，即摆的情形吼，真赞哦。昨下有看到相片吼，郑美长来讲，哎哟，迄身体讲比少年搁较好，身躯真臃肿，但是嘛是希望咱用行动去来报佳音。咱教会也无遐袂记的，上帝共阮听伊。淑珍姐嘛是共款，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伫因伫迄一楼的所在。嘛感谢主，咱即两个长辈拢有请人去照顾。但是当咱陪伴的时阵，过程的中间，咱就代表咱将耶稣的疼带到因的身躯边，因真感动。咱做伙参与做伙咧吟诗的时阵，我嘛看到淑珍姐安尼目屎强要流出来。有时长辈因拢真坚强，因拢无讲，但是因拢真咱也较侪来关心。兄弟姊妹，当咱领受遮大恩典，像咱互上帝真侪疼咱，当咱病得医治、受力，咱无受较早迄个过去的拖磨，代表咱较健康。咱第一个时间想的，毋是咱要搁如何拍算咱家己啊。即摆外口有真侪成功名人见证，因为我信耶稣了互我变怎样去？毋是真侪人变耶稣就变怎样，毋是。你信耶稣变怎样，迄是真好的代志。但是然后呢，咱还佫看然后呢，咱毋是拍算家己的前途。有的人因为耶稣进行了好诶，伊就离开耶稣啊。
这毋是现在发生的。耶稣嘛，医治迄太古边的人，有偌侪人转来，嘛今仔较一个转来，意思共款，也是安尼，真正一切都无彩工。咱应该用咱新的性命、世界去报扬好的消息。无管你即摆是几岁，甚至无数阮昨嘛鼓励咱伫长辈，上帝好啊活你的活命，拢有伊的旨意的。都无使你想在咱的长辈伫厝诶，经过安尼因遮跋倒，因遮搁徛起来，嘛真侪对阮做牧者嘛真鼓励。咱兄弟姊妹嘛听啊，兄弟姊妹知影，像即礼拜啊，咱个人之长老去开刀，咱看伊出院，咱逐个第一欢喜。若咱你看牧师即摆徛伫遮，应该嘛真欢喜啊，对吼？哎，无人要笑。咱应该。最后，咱来用笑的面，吼，用领受即个真大的恩典。牧师嘛是共款，20几年前领到这大的恩典，这个宝贝，我对死过我对死过我。咱来去传播好消息来啊！什么好消息？上帝的囝要诞生啊！上帝的囝要诞生啊！所以咱下晡，咱有报佳音的活动。你可能有你的代志安排，但是咱今年第一遍，咱要来派出所，咱要来承德路迄派出所。咱来知影哦，咱啊，即摆用21世纪，应该大家拢知影基督教，无拄拄，真侪人礼拜堂啊毋捌溜啊。那个是我们自我想象，咱感觉礼拜堂是真简单的代志。阮妈妈毋敢去礼拜堂，你知毋知？阮妈妈毋敢去礼拜堂，因为感觉去礼拜堂对不起因的生命的。兄弟姊妹，因是遮虔诚的，意思是讲，咱来用咱的好消息，咱下晡，咱4点半，咱要去报佳音，咱要互派出所人知影，咱要来建成公园，礼拜下晡时真侪人伫遐，咱要来互因知影。咱看星光三月遐咧报佳音是无共款的，那个是商业行为啊，商业行为，咱要互因知影。愿主帮助咱每个兄弟姊妹，咱勇敢徛起，互咱有信心较仰望，对今仔日开始，咱甲上帝的同工，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搁一遍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你拣选阮，诚做你神的囝儿。诚做你合用的器具，愿你信心的大开来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心门，加添因对你来的快乐智慧，互阮勇敢跟随主的脚步，派阮每一个人家己的世界传扬福音，传扬主你的听，为主来做见证。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因信息第288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信息第288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咱去来因全首。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安眠平静，你为真行家乡。求你带我扶起脚步，通行遍大路途。我想前进，站在因带。真陪我求你大开啦，叫因带我自转见山，要受尽放下，那着带我真前看，虽有惊也有转，骄傲的心。
过风暴也是随伊带过，运动带我，更明显，心多天塞沙地，变有清凉，叫我向后万年。请坐，所接来奉献。咱起立来迎奉献时光。请坐。这是咱来公道。公道的事项伫个旧报内底，咱来看。教会以上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咱来看公道的事项第一项，原咱摊放下世俗的田伴，谦卑服侍。坚定来群地主耶稣，用水的脚链来见证主的恩典，为主备办道路。第二是为集体，咱来看陈金子、陈王楠、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胡义梅、杜昭、陈秀荣、赖胜雄、陈义利、林以诺。洪英哲、孙兆正、刘淑珍、李才颖，还有福建的刘慧忠、李碧莲、林美金、李念之、史凯华，还有肿瘤的黄静茹、李雅娜、林文成、陈怡君、郭仁吉，还有大院的黄世敏，咱提名为因代祷。第三，为总统大选的期间，国进党的甲因的候选人以及所有台湾的人，拢会当学习公义。第四，为圣诞节，为圣诞节期，逐项的事工来备办，伫个无用的中间，有缘有主的喜乐甲平安相随。咱即是来同心来压头来祈祷。
亲爱的宝贝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同心祈祷，愿你固守教会脚步，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的，以及身躯有病痛的兄弟，求你将你所赐的平安放伫因的心内甲生活当中。当即时，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死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只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来看旧报内底，教会消息第1条，今仔日是大感谢第3主日，由主日学、青少契甲社青团契来代表来点导第3期，代表宣告喜乐的日子，宣告受掠，互阿伯的子民要得到救赎的喜乐。第2，今日下晡4点半到5点半，阮要举行社区的报佳音，请报名参加的伫个4点20分伫1楼集合出发。第3，2024年第1月到3月团契活动何塞的排班，请团契会长伫个12月24号进前交予干事来会诊。第4，12月23号后礼拜六下晡5点20分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5，后主日12月24号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的活动，咱来看第1条，早起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迄天是合同的礼拜。下晡2点半圣诞舞会，暗时5点半圣诞爱宴。其中咱来看讲，即日起欢迎兄姐提供摸彩礼物甲或礼金，以利童工包装编号以及或代购。这请大家小注意，就是讲会当较早来提供，莫等到最后一天安尼，大家可能时间就较无啊，安尼较无用啊。第6，12月31號，伫個主日禮拜中舉行2024年團契會長就任，請各團契會長甲輔導來留意。第7，2024年愛餐的零限，一個單位3000塊，零限金額請交予幹事。而且伫個2024年日效。第八条，第4季10月到12月，新安宫读经手册，请伫个招待土地。团契消息，12月21号拜四早起10点，少年团契要练圣诞歌。方的面势咱家己看，若是有漏交的，也是毋对的，请干事也是会计来跟进。上云信息第515首，至神天父，阮感谢你。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了后，请牧师为咱祝祷。至神天父，我感谢你，求你引带我你三基，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祝福恁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闭会。